高等教育投入力度空前，斥巨資修建中山大學五山新校區，完善校舍、圖書館、實驗室，創辦各類嘅職業院校，培養工業、農業、醫護專業人才。同時修建中山圖書館、公民教育館，面向普通民眾普及社會教育。廣東讀書風氣空前濃厚，呢批教育投入長遠影響咗兩港。民國時期廣東知識分子技術人才儲備遠超周邊省份，為建國之後華南甚至係全中國嘅發展儲備咗大量人才。四、靈活周旋，夾縫求存嘅地方治理智慧。對內，陳濟棠整頓吏治，嚴查官吏貪腐，改革稅收，廢除苛捐雜稅，減低基層負擔。對外，佢長袖善舞，多方平衡各方勢力。面對紅軍長征途經贛南粵北，佢唔願意同紅軍死戰，損耗自身實力，通過秘密談判達成停戰協議，為對方讓出一條路，避免大規模內戰。面對南京國民政府，佢時而合作就時而對抗，守住咗廣東自治嘅底線。面對日本侵略，佢順應全國救亡呼聲，積蓄力量主張抗日，為後續反蔣舉起義旗埋下輿論基礎。三、一生最大嘅敗筆，兩廣事變係一場注定失敗嘅權力豪賭。治粵8年根基穩固，但係陳濟棠嘅人生轉折點呢，就定格喺1936年嘅兩廣事變，又叫做6·1運動。呢個亦都係後世爭議最大嘅一段歷史啦。客觀而言呢，兩廣事變雖然以陳濟棠嘅失敗收場，卻產生咗深遠嘅時代影響。佢公開向全國傳遞逼蔣抗日嘅訴求，推動咗全國抗日救亡輿論走向高潮，為同年底嘅西安事變埋下咗重要嘅輿論鋪墊，加速國內統一抗日戰線嘅形成。四、後半生輾轉，抗戰報國，退守海南，終老台灣。五、客觀評說陳濟棠，功過交織，不可單一標籤定義。縱觀陳濟棠完整嘅人生，佢係民國極具複雜性嘅歷史人物，唔能夠簡單以軍閥兩個字全盤概括啊。功過需要分開審視。結語：從一介貧寒嘅軍校生，到威震華南嘅藍天王，再到流亡海外，終老孤島，陳濟棠嘅一生係一部濃縮嘅民國地方勢力興衰史。佢有軍閥擁兵割據、迷信短視嘅通病，亦都擁有同時代權貴罕見嘅建設格局同民生情懷。其他軍閥留俾地方戰亂同苛捐雜稅，唯有陳濟棠留俾廣州一座完整嘅現代化城市，一套成型嘅工業體系，遍地學堂，百年地標。時至今日，海珠橋中山大學西村水泥廠仍喺度訴說嗰段黃金8年，亦都讓後人明白，評價歷史人物唔能夠只係用單一嘅善惡標尺，唯有放喺時代背景下，睇清佢嘅局限同建樹，先至能夠讀懂真實立體嘅陳濟棠。